是10月25日，在家里蹲了75天的我，要去集中隔离了。什么原因呢？因为我在家里变成了一密。上面这都是吃的，下面这箱都是穿的。我要把家搬走了。这排一个神奇的地方，没有窗帘儿，可以看到外面的所有一切。一个没有窗帘的房层，可以看到一切。看，多么神奇的地方！今天是吃饭还不错，就是冰冰凉，真的是冰的。它真的是下饭神器，我好聪明，把它带上了。我隔壁的说的每一句话，我这边都可以听得清清楚楚的。我已经不知道该干什么了，我就看个电视吧。